才知武功，才知武功随情过。点照经家开大言，端会三宝有三天，一六五空千百变。我是西风，我是西风如来仙。五爷，啊你有啥物要搁吩咐遐？来，好咧，快过来。好好。这三项就是包大人的三宝。这点叫做回魂帽。好。这件叫做照妖镜。这项是混仙枕。来，你将这三项三宝分别甲我摕去唱店的飞云峰、独龙潭、甲无言洞，你爱注意，小心甲我顾好哈。好，我知影，小人知。摕去。好，小人来去哈。五爷，你唔通走？阿玲，你有啥物代志先？局长，阮也知你到底甲伊带去倒位？恁大姊即马真好伫，你甲伊关伫倒位啊？通天窟。局长，恁当是假义啊！道中人何可为名两相争？凡事望你多用力，咱偷来的三宝，你着紧送行。阮男人之事，你无管，啰啰嗦嗦，实在惹人麻烦。若当心内有打算，甲事情甲你无相关。局长，你阿英，我问你一句，到底你是为我还是为伊？如果你若是为伊，以后你就较莫来含公岛。大哥，老弟，我爱你即刻将电销甲电木花甲你放出来，并且将三宝送回开封。大哥，对面，你的心目中，敢也阁有我这个大哥心？如果今仔日你若无将人放出来，你我兄弟的情分，从此一刀两断。大哥，若是人，我是会用个放伊走。啊，若三宝爱凭本照本领来退让。这只细只的吼，都嘛，互你家己家己想歹。唔知三宝到底是藏伫什么所在？哎呦呀，对呀！
你的手是怎样？我的手是，大爷，你当正我好无？我就是做唔对，唔做扣五爷挨打。你做什么代志？我无，大爷无，迄三宝吼，藏伫什么所在，我拢知。先讲，我一定了你。优先进吼，去藏咧回魂风啦，要回魂宝吼，去藏咧无影通啦，照妖行吼，同那个等咧盗用谈落啊。哎呦，大哥啊，若是讲这三位所在吼，霹雳点遮有通天的本领，都是有哪找袂到啦。是的啊，你的嘴性上介好，你赶紧去盗用谈。三弟，在，你去无言洞，我才来去回魂风。是。我爷，老实讲，你兄弟拢无家己顾家己，正月大爷反倒转来，煞来替正妖咧讲话，来替迄正妖做代志。那这样死看起来是啊，实在太不近人情咯。敢讲四五只鸟子，正是惊迄只鸟。好，莫搁讲落去。五爷啊，我是为你不平，你知？过去听讲，恁兄弟情同手足，那这样死看起来是啊，已经拢变咯。为着这鸟，逐天来伤感情。我看这位大爷，伊的心肝已经受包带人甲买收去哦。闻伊言来呀，有道理。阮大哥的口气啊，实在有诶怪啊伊。阮兄弟的全无顾家己，由此可见是可疑。我呀，我认为这个大爷将开朗路倒出来，一定是红英，免大保五爷。事情活事啊，去活成，这是个兄弟啊，是尾啊断情啊。诸位大哥，若是奉性命，也欲当一定为平。我呀，也未免太冲动了。兄弟若反感是啊，大家真歹看。既然兄弟若甲袂合，就分开嘛。你行你的路，伊行伊的路，伊莫管你，你莫管伊。搁再讲，五爷你这种的人才，来到襄阳府者，襄阳王一定真欢迎啊！啊？刘英，你大概敢毋是襄阳王派你来做说客吼？无，绝对甲这无关系。我是为你设想，为你提出淡薄仔意见。若小弟者，绝对替五爷你的忠心的。互我考虑看卖。五爷，我只惊担心这位大爷是毋是会当放走迄只鸟？哈哈哈！这是顶天还难。
已经得咧到，可是若还无法度通出回三宝，你是要来向包大人交代？花妹，你放心，唔免急，这3天也毋是包大人你所定的啊。变安尼你，花妹。亲像你所讲的，互伊赢，安尼就会准煞的是。伊白玉堂是一个好胜的人，都互伊尽量去满足英勇的心理。我甲伊中间根本都无受气，只不过是为着二鸟两字，才引起伊个人的不满而已。你真是甘愿失家己的志气去做伊的为好？兄弟彼此有何不可？我敢讲，可能无叫看唔着。你是讲，会当选到亲像你这种人人君子，而且又搁多情重义的人，实在是无容易。我会敢讲，嘛袂较输你啊。会当看中一位亲像你这种遮尔啊品德坚固的贤妻良母，你讲，我会敢讲，敢会比你较差？哎呀，你看咱已经去用饭店食，了个伊个心情头啊滚酸笑，也毋知影通我歹势。花妹。无讲算笑，规顿要遮干那烦恼，敢有路用？哎呀，你想无枵，敢袂亲像你所讲的遐尔啊单纯？若是罗大哥因倒转来，比较较可靠。典礼啊！汉二哥，我是来救你。即摆若毋是讲我酒瓶的收水吼，水性太好咧，无论什么人啊，都无法度去毒龙潭取宝啦。就对了，若毋是我穿山出奇经哦，我无法度通找宝转啊。好了，电兄，小弟实在太无理取闹，我毋知要怎样向电兄你请罪才好。罗大哥严重，误地伊论事情，小弟绝对袂怪。迄若是讲去公堂吼，这就真歹讲啊啦。对啦，电兄，请你先将三宝收起来，又请电兄你大声倒转去见包大人，误地的代志，阮兄弟真紧就会囥伊去投案。对啦，电兄，
若是讲这件代志吼，你会用个放心的啦。阮兄弟啊吼，相当即马有那6品的校尉啦。若是讲阮迄只细只的代志吼，互阮兄弟啊负责就好啦。罗大哥，小弟不忍心恁兄弟众人为着我一个人来伤了和气，我更加不忍心互五弟安尼继续糊涂落去。我一定要想办法，所以心甘情愿，甲我倒转来见包大人。啊，这真歹讲啦哈！但即马阮迄只鸟鼠仔囝吼，毋知去秘伫倒位，啊，你是要等到当时啦？我一定要来去找着伊。你要找伊？毋知恁迄只鸟鼠仔母吼，甲伊藏起来啊，买哩？真有这个可能性哦。你想讲我遐尼简单就去用掠的是？无遐容易。无呀，你若毋紧去投案，此案何时才会了结的？要了解毋了解，迄是因兜的代志。丁姑娘，你敢忍心和五爷去投案是？就连头三辈做只，恐惊的轻者从军。要当。当家死罪。你妈，你甲迄个囝好？无遐尼严重啦，你哪会惊到安尼？都是你家己不好。李昂开封头三宝，一位好生了果。望咱大道，我本中义心公正，处处强会回心。若是失手做不行，法律也会有人情。你啥都会安尼想，谁若免出三宝，带大哥去投案。伊只毋食了，甲我约3工，要将三宝摕倒来。我才要甲看伊敢接受迄个分量，然后我才要做有打算。拜托，你去讲伊遐甲我看阮大哥什么动静好？
个拢为五弟伫咧担心，你赶紧叫伊倒转来见。其实我嘛唔知伊伫咧倒位啊。鸟鼠仔母啊，莫安尼啦！你唔通想讲吼，将迄只鸟鼠仔囝甲藏在鸟鼠仔空，安尼就无代志呢。迄只鸟啊，是因为五弟细汉是我家饲大，敢讲我会害死。毋过我甲你保证，绝对无代志。因为包大人是一位爱惜人才的官长，伊绝对袂为难你，紧囥伊倒转来。啊，顶影咧，我爱即摆伊倒。奇怪，经过五弟改造了后，阮大家拢无能为力，只好目睭金金，看伊被禁伫咧通天窟。这就是我的胜利。社事若遐尼简单，就互伊脱离迄个通天窟，我就无算是英雄。你若常常安尼，当认赢毋认输。我的本性本来就是安尼，袂晓要输的啦。五爷，你赢是毋是要去投案？这，我要等下我见阮大哥了后，才有法度做决定。不行。放心啦，老大爷是这个忍气的人，伊袂言出无实。林姑娘，你也明白，罗大爷是徛伫南平校尉的立场，伊可能会放着包大人的命令，要逮捕五爷归案。哪呢？我去互因骗去啊！叫头，小等我，叫头。刘兄，上岸方面你做的代志，办到啥款？